睇下龍和道最新情況。警方而家咧就喺龍和道咧係會進行一個驅散行動。咁我哋現場所見呢，見到有好多嘅警員呢，就係拎住盾牌啦，同埋係企喺呢個馬路嘅中間嘅。請記者朋友都繼續噴，好冇？好。記者朋友都繼續。夜晚呢，就有示威者喺龍和道嗰度衝出馬路，同警方對峙。警方係一度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但係就未能夠阻止。咁其後龍和道嘅來回方向都未能夠通車，因為已經俾示威者佔據。喂，有冇岸㗎？我想問啊。喂，廠啊！廠啊，交和啊！收到。咁警方呢，其後就有交代，由於龍和道係一個緊急通道啦，咁所以呢，而家就要進行一個驅散行動㗎。Sorry。喂，有冇岸話咧？交和啊！記者朋友盡量唔好入我哋車嘅後面，麻煩行快少少，小心，唔該。咁多記者朋友可以行快少少，唔該。麻煩先啦，行快啲。記者可以向後啲，行快少少。頭等喺齊左邊，唔好太快，左動啫，唔好太快。點啊喂？頭等係一路手邊有個路口，我哋會停低睇一睇先，唔好咁快。行前少少。記者朋友，請大家小心，唔該褪後少少啊！記者向後褪啊！咁喺畫面呢，我哋可以見到咧，喺龍和道上面呢，有大批嘅警員，佢哋都係築起咗一條嘅防線嘅。警方亦都係呼籲啦，喺在場嘅佔領人士咧，盡快離開現場，咁否則咧就會有進一步嘅行動。我係李卓謙。係。好，可以。咁我哋嘅記者李卓謙咧就喺現場㗎，交俾佢講下最新嘅情況。嗱，而家喺龍和道上面咧，係見到有一批手持盾牌嘅警員啦，係一字排開，咁就由中環嘅方向啦，係向緊政府總部嗰邊進發㗎。咁剛才啦係有高級嘅警員啦係出嚟講過話，係將會清走喺龍和道嘅示威者。佢哋將龍和道嘅今晚嘅一啲活動咧、一啲示威啦係定性為非法嘅集會。咁所以咧就話係要用一啲係出動警員啦，係將龍和道啦打通翻，去回復翻聽日嘅交通情況。咁而家咧可以見到咧有一班警員啦，係一路沿住喺龍和道度每一個街口停一停咁樣，逐步咁樣推進，去到龍和道嗰一邊，去到龍和道而家示威人士集會，即係較早之前呢已經係佔據咗嘅隧道嗰個位置。咁而警員呢，而家係一個係類似演習啦，係喺真正清場之前啦，係每個街口去有一個步伐去停一停咁樣。
咁佢哋手持嘅裝備啦，包括係一啲警棍，係同之前嘅伸縮警棍係有別㗎，係一啲係完整嘅一條過係完整嘅警棍。而另外咧，佢哋亦都係攞住盾牌。咁後面咧尾隨嘅亦都有幾架警車。咁較早之前咧，大約喺凌晨2點9嘅時候，即係2點45分，咁係有警方咧嘅發言人出嚟講話，將會清走喺龍和道上面嘅示威者。咁佢亦都話啦，喺嗰個簡報之後咧，隨即係會展開今晚嘅清走龍和道示威者呢個行動。咁喺成個簡報舉行緊嘅時候啦，亦都係聽到喺龍和道嗰一邊啦，係有警員啦，係等待司令等待一個發施號令，而係向佢哋嘅上級啦，係同意佢哋上司嘅一啲指示去大叫㗎。咁而家咧係警員嘅布防咧，已經係去到近住天馬公園，係就嚟到去特首辦添華道嗰個位置。咁而現場啦，亦都見到係有大批嘅示威者係喺集會嘅位置嗰一度，係喺天馬後面啦，係迎面對住警方。你哋而家正在參與一個嗱，警方啱啱咧就係宣布佢哋而家係參與嘅一個非法嘅集會，係會清除龍和道道路上嘅非法障礙物，同埋開通龍和道。今次警方啦就話佢哋嘅目標係清走喺龍和道嘅障礙物，令到龍和道啦能夠繼續通車。我重申，你哋唔好。而另外一批嘅警員呢，亦都喺天馬公園近住海邊，即係早前呢一個計劃興建軍事碼頭嘅位置呢，亦都係繼續推進㗎。現場嘅人士請你立即離開現場。換句話講咧，即係除咗喺龍和道來回行車線都有警方一字排開嘅布防之外，喺海濱公園嗰邊咧，亦都有警員推進緊。嗱，驟眼睇落去咧，現時嘅警員啦，係大約有5個人圍起，係有5排，每一條行車線有5排，亦都係成段行車線啦，即係來回嘅6條行車線都係企滿咗，而行人路咧亦都係有警員㗎。咁為數啦係過百，係數以百計。咁而現場咧，亦都係有一啲警方嘅傳媒聯絡啦，係呼籲現場嘅記者咧係要帶翻記者證。佢哋就話咧，將會係以用適當嘅武力啦去清場。一個非法嘅集會，警方需要行動目標。咁聽到呼籲之後咧，其實集會人士有咩反應啊？雙方嘅前線咧都已經係去到都已經係接近㗎啦。而其中啦係警員啦，而家嘅一字排開嘅呢個陣線啦，已經係去到示威人士擺嘅鐵馬嘅位置。而示威人士咧，亦都係已經攞起咗車。咁警方咧喺現場就呼籲集會人士唔好再加固障礙物。嗱，警員咧除咗係有盾牌之外啦，亦都係揸住一啲剪鉗，大型嘅剪鉗，相信咧係準備清走障礙物㗎。咁除咗一啲係盾牌同埋一啲剪鉗同埋頭盔之外啦，亦都係有錄影嘅工具。嗱，而家啦喺近海嗰邊嘅行車線啦，見到大批嘅警員啦係呼籲示威者要離開，而示威者亦都同佢哋對峙，雙方啦係一度有些微嘅言語上面嘅衝突。但係而家咧見到啦係有示威者係俾警方捉住，亦都係壓咗喺地下上面。咁而警員咧亦都係攞走佢手上嘅遮。有示威者啦，而家係俾警方帶走㗎。現場亦都見到一個警員啦，係將水馬移開。警方咧係一直咧以揚聲器呼籲在場嘅人士，話佢哋參與嘅一個非法嘅集結，再唔離開嘅話咧，會用適當嘅武力去清場。早前警方就話龍和道啦係連接北港島東西行嘅一個重要嘅幹道，所以咧佢哋決定喺今晚嘅時候咧進行而家嘅一個清場。
嗱，可以見到啦，而家警員啦係用剪鉗同埋其他嘅工具啦，將早前示威人士所設置嘅鐵馬同埋一啲係綁住嘅索帶等等啦，係將佢解開，亦都係移走啲鐵馬㗎。現時啦，膠着嘅位置啦係近住特首辦斜對面，即係龍和道近住特首辦嘅呢個十字路口。嗱，咁大約啦，早前喺尋晚嘅10點鐘左右，係有示威人士啦係嚟到龍和道呢度佔據住隧道嘅呢一個位置。而警方啦就喺大約3個鐘頭之後啦，就決定咗今晚要清場，就將龍和道嘅示威人士啦係清走。警方現時啦係集中將一啲阻塞住馬路嘅一啲物件係清走，包括係一啲係架起咗嘅鐵馬。嗱，呢一啲嘅鐵馬啦，早前啦係警方曾經警告過示威者唔可以攞走政府嘅財產，呢一啲咧係嘅警方就話係屬於政府嘅財物，所以啦係唔俾示威者帶走㗎。咁不過咧，經過幾個鐘頭之後啦，慢慢已經形成咗呢一啲嘅路障。嗱，現時畫面見到咧，有示威者咧係曾經嚟到現場呢一度，係將啲鐵馬咧希望用雙手鞏固。咁不過啦，係見到有警員啦係繼續係將啲鐵馬咧慢慢拆走。嗱，見到咧，除咗有鐵馬之外咧，其實現場都有一浸水馬㗎。警方啱啱咧就再次呼籲，如果啦係示威者還手嘅話，或者有進一步嘅衝擊，將會用更高嘅武力啦去處理。佢哋亦都再次強調啦，係示威者唔可以衝擊警方嘅防線，如果唔係咧，就會採取進一步嘅行動。嗱，現時可以見到啦，近住龍和道近住特首辦呢一度嘅鐵馬咧，已經係全部被清走㗎啦。咁而另外啦，仲有水馬㗎。嗱，喺警方防線嘅後面咧，其實係仍然有大批嘅警務人員嘅車輛，包括係一啲係24座嘅貨 van， 同埋另外嘅一啲警車係做後備嘅後盾。咁而啦，清走咗呢啲鐵馬之後咧，警員而家係會集中處理啲水馬。而家咧係有警員啦，係向一個人士啦，係希望離開。咁但係人士係轉埋隻手，係並冇任何嘅反應。咁而警員咧亦都係上前啦，去勸喻㗎。示威者啦，暫時係繼續留守喺呢一個十字路口嘅位置，亦都係打開咗車。咁現場啦可以見到咧係有最少兩種嘅警員㗎，一種咧就係着住深藍色衫，係揸住剪鉗啦，係期望係將一啲路障啦係攞走。佢哋咧包括係手持剪鉗啦，同埋係一啲鉸剪係將佢清走㗎。咁另外一種嘅警員啦，就係平時我哋見到嘅藍色恤衫同埋白色恤衫一啲軍裝嘅警員。咁佢哋咧就喺最前線嘅時候咧，就舉起盾牌，係同示威者咧係又有個對峙嘅狀態。而後面咧啱啱所提過一啲深藍色嘅警員咧，就可以繼續清走啲路障。嗱，而家咧最前線嗰度咧可以見到咧，警員係再向前推進，而示威者咧大部分啦已經係落咗去隧道入面，而佢哋咧亦都係已經係去到再前嘅位置，即係早前啦喺隧道底係被阻礙嘅一啲位。警員啦係逐步推進。但係因為隧道入面咧，早前係已經有啲障礙，而啦示威人士啦曾經係有一啲廣播，就話係唔好進入隧道嘅範圍，所以而家見到啦，其實隧道入面咧係比較少示威者㗎。咁而警員啦現時同佢哋對峙嘅位置咧係已經再推進前咗，去到隧道嘅入口附近。警員啦就呼籲現場嘅示威人士啦要和平散去，如果唔係咧，佢哋衝擊防線嘅時候將會將武力咧升級㗎。
嗱，在場嘅警務人員咧，亦都係再次重申現場嘅集會係非法。佢呼籲集會嘅人士應該要和平散去。如果唔係，佢哋如果再有衝擊嘅話咧，係將會使用更高嘅方法去先。小心貼馬。好。嗱，而家警員啦，係希望先走隧道嘅鐵馬。警員咧就呼籲喺隧道附近嘅人士啦係要離開，因為佢哋咧係會繼續用器材啦係會剪走去嗰啲示威擺出嚟嘅示威人士擺出嚟嘅障礙物。到現場所見啦，而家嘅位置咧係已經去到特首辦嘅門外。咁除咗啦喺特首辦對出嘅呢一段龍和道係有警員嘅布防之外啦，喺海濱公園嗰邊，喺海濱公園嗰邊啦，都有警員係維持一啲狀況，亦都見到係有示威者啦，係俾警員壓喺地上面㗎。咁就畫面所見啦，現時最少係有2個示威人士係俾警方制服。嗱，包括其中一個啦，我哋頭先見到就係喺龍和道上面，喺第一個防線嘅時候啦，係俾警方帶走。另外一個咧就係而家見到嘅喺海濱公園道，其中一個集會人士啦係俾2個警員啦係制服咗喺地下上面。而家俾你哋立即離開，否則警方將會採取適當嘅行動。早前啦，警方就喺大約2點45分嘅時候宣布啦，係要清走喺龍和道上面嘅障礙物，同埋所有喺呢一度集會嘅示威人士。而喺警方嘅簡報之後啦，大概喺5分鐘左右，警員呢就已經開始行動。嗱，而家咧警方係已經係去到隧道嘅位置。早前呢個隧道啦，係俾示威人士咧用雜物啦係圍起。現時啦，我哋畫面見到就喺海濱公園一帶，就嚟轉入去天馬公園。警方啦係一路向前推進，而喺隧道入面啦，亦都有另外一道嘅警方防線啦，係期待係進入去隧道嗰度，將一啲早前堵塞隧道嘅物件啦係拎走。現場啦係曾經出現過推撞，但係啦好多時候都係有2批嘅警員行事，包括啦係一批向前推暫時一批去向前推進嘅時候，嗱現時有警員啦係阻止呢個記者採訪㗎，現時係有警員阻止記者採訪，咁不過啦係經過有傳媒聯絡之後啦係調停咗，我哋係可以去到前面㗎。現時可以見到啦，係有批集會人士啦，係仍然喺天馬公園入面，而亦都係逐步啦，係將示威者啦係按咗喺地下度。早前啦，警方就話係希望透過今晚嘅行動，可以係恢復翻龍和道聽朝早或者今晚嘅交通。早前集會人士啦，大約係喺夜晚10點嘅時候，係衝到去龍和道上面佔據咗路面，而喺佔領咗行動之後啦，佢哋係將大量嘅雜物係攞到去隧道嘅位置，同埋係去到龍和道各個路段啦，係設置咗一啲路障。咁現時啦，警方係一路推進。最前線嘅警員呢，已經係一字排開去到呢一個天馬公園同埋隧道嘅位置。現場啦，暫時嘅情況啦，就係有一批嘅警員一直向前推進，由中環嗰邊向住灣仔嘅方向，一路沿住龍和道係驅散示威者。而家咧係已經去到天馬公園嘅位置，警員咧係再次向前推進。示威者咧亦都係隨之啦係向後褪㗎。可以見到啦，現場嘅警方啦係架設咗2重嘅人鏈，包括啦係一啲軍裝嘅警員之外啦，
亦都係有另外一啲嘅藍色衫，相信啦係防暴嘅警察。不過防暴警察啦，佢哋嘅責任啦，暫時喺呢幾分鐘嘅清場行動啦，都係用剪鉗咪將一啲障礙物清除。而最前線呢，亦都係一啲軍裝嘅警員負責㗎。現時最前嘅呢一個對峙嘅位置啦，係已經去到天馬公園。喺龍和道上面啦，示威者係已經清走晒㗎啦。龍和道嘅位置，啦，而家係有大批嘅警員布防啦，而警員咧亦都係要求記者啦係離開喺警員嘅後面，係要去到近住示威者嗰一邊啦，係繼續採訪。咁佢哋就話啦，係呢現場可能會有危險㗎。較早之前啦，就有警員係透過擴音器話現時嘅呢個集結啦係非法㗎。如果有任何嘅衝撞啦，係將會將行動升級。咁而剛才警員啦喺宣佈嘅時候咧，亦都話記者咧都不得內進。佢哋咧亦都話，如果記者唔離開嘅話咧，將會有適當嘅武力驅散㗎。佢哋話呢度係警方嘅行動區域。嗱，現時咧見到有另外一批嘅示威者咧，係再向警員防線嘅方向咧推進。現時嘅位置啦係喺天馬公園。嗱，剛才啦，而家可以見到警員係攞住一支胡椒噴霧。嗱，警方係攞住胡椒噴霧㗎。嗱，警方啦曾經呼籲話，如果現場嘅市民啦再向前推進，去衝擊警員嘅防線嘅話咧，係將會將行動升級。就現場所見啦，係見到有警員攞住胡椒噴霧。咁除咗呢啲支裝嘅胡椒噴霧之外啦，較早之前亦都係見到有一啲係防暴警察啦，係用一啲背包式嘅胡椒噴霧，嗱，對峙嘅位置咧，由中環嗰邊咧慢慢推展，而家咧係去到天馬公園。嗱，可以見到咧，而家警方啦係將一個示威人士嘅雨遮啦係攞走，咁而亦都咧係見到施放咗胡椒噴霧㗎。嗱，剛才啦係見到有一個女嘅集會人士係攞住一把遮向住警察指住，然之後警察咧係將佢嘅雨遮攞走，然後咧係向呢一個集會人士係施放胡椒噴霧。嗱，警員啦而家係施放咗一輪嘅胡椒噴霧㗎，見到啦剛才係發咗兩下。嗱，繼續啦，現場嘅警員啦係用胡椒噴霧啦向集會人士啦係希望能夠驅散佢哋。集會人士啦係而家喺天馬公園啦同警員啦係對峙，而剛才咧亦都係有一輪嘅胡椒噴霧係發放過。就現場所見啦，剛才啦係胡椒噴霧發放啦係向住示威者有5到6發㗎。嗱，喺天馬公園呢度啦，現時聚集嘅集會人士啦都好多。喺較早之前啦，係有大批嘅示威者啦係喺龍和道嗰度聚集。咁現時啦係個防線咧係已經係搬到上嚟天馬公園呢一度。嗱，每當啦係集會人士將雨遮向住警察嘅時候啦，大部分時間都會見到胡椒噴霧嘅發放。而當有集會人士倒地嘅時候咧，警員都會將佢制服喺地下上面。嗱，
而家嘅情況咧，就係條線咧已經係拉到去呢一個添馬公園㗎啦。添馬公園嘅線啦，而家已經係移到去大約半個嘅草坪。換句話說啦，係由特首辦嗰邊咧已經吹咗一半，係去到近立法會嗰一邊㗎啦。現時嘅行動啦，展開咗到而家已經有接近係半個鐘頭，由大約凌晨2點45分開始啦，到而家。咁警員啦，亦都係強調啦，現時嘅行動係希望能夠清翻喺龍和道嘅呢個行車線。而警員咧，亦都係向示威人士咧曾經發放過胡椒噴霧，咁佢哋就繼續係向前推進。公眾地方嚟喎。係有集會人士咧，就繼續係由夏慤道嗰邊啦嚟到現場呢一度啊，係增援嘅去最前線嗰度。可以見到現場嘅警員啦，係冇戴頭盔，但係佢哋啦係有戴地到喺呢個腰間㗎。而警員啦係現時啦係希望咧能夠係取回呢一個添馬公園，佢哋係叫在場嘅人士啦係先離開公園嘅範圍。咁現時警方啦同埋集會人士對峙嘅位置啦，係已經係嚟到添馬公園。咁按照而家嘅情況啦，可以講成個添馬公園啦，已經係有一半嘅位置係警員啦已經係清咗場㗎啦。嗱，有集會人士啦，剛才就質疑警方究竟有冇喺釋放胡椒噴霧之前啦，係向佢哋作出警告，就話究竟有冇見過黃色或者紅色嘅旗幟？咁不過啦，警方咧就話之前係喺呢一個擴音器度咧，就曾經已經警告過㗎啦，就係話現場嘅集會咧係一個非法嘅集結，所以咧如果係出現任何衝擊防線嘅話咧，係將會將武力升級。向右力聲，呢個要向右力聲，向右力聲。而家現場嘅集會人士啦，數目啦係冇減過，不過咧大家就佢哋同警方啦係僵持咗喺添馬公園嘅呢一個草坪上面。嗱，警方啱啱咧就再次警告現場嘅集會人士唔可以拋擲任何嘅物品。現場可以見到有好多嘅示威者啦，都係戴同咗呢一個口罩同埋眼罩，係保護自己㗎。咁早前啦，零星嘅衝突啦，曾經係喺特首辦門外係發生過。我要澄清，唔係零星衝突，係警方主動挑釁，警方主動向武裝。有示威者啦，就形容警方啦係主動挑釁佢哋。咁但係警方早前咧就用擴音器係呼籲過示威人士離開，如果有衝擊防線，佢哋會將武力升級㗎。咁繼續咧係有示威人士咧質疑，究竟警方有冇喺預先警告嘅情況之下係使用武力？OK。咁亦都係現場見到有集會人士咧，係攞咗一啲雨褸同埋攞咗一啲遮嚟到，係派俾喺最前線嘅一啲集會人士。嗱，而家嘅呢一個對峙嘅局面啦，係喺添馬公園度發生緊，可以講有一半嘅位置啦係警察係布咗防，亦都係清咗場，而另外嘅一半啦係由集會人士佔據住。咁剛才啦喺大約2點45分嘅時候，警方咧就決定要清走龍和道上面嘅集會人士同埋障礙物。而喺剛才一個簡報，呢個警方嘅簡報宣佈之後啦，隨即就有警員係從中環嘅方向沿住龍和道係一路推進。咁警方就話啦，喺龍和道嘅集會咧，佢哋已經定性為非法嘅集結，亦都話要確保呢一個港島北
嘅主要幹道係能夠係暢通嘅話，係會喺今晚度進行清場。咁現時啦，示威者係同緊警員對峙。大約喺10分鐘之前呢，亦都係曾經出現過胡椒噴霧。好，我哋嘅記者啦、線警衛啦都喺現場㗎，咁交俾你講下最新嘅情況。係啊，咁而家啦呢度嘅情況啦，就可以見到啦，大批嘅警員啦就已經係入咗去龍和道嘅隧道入面。咁呢度咧有集會人士咧就呼籲佢哋唔好行入去隧道裏面。咁但係啦，仍然啦係見到有啲集會人士啦，就係向住啦警方喺隧道裏邊嘅防線咧就推進緊。咁啦，佢哋啦都係帶備咗一啲遮啦，有啲就戴咗眼罩。咁佢哋批評啦，警方啦就突然之間嚟清場。佢哋啦喺龍和道啦係早前啦就係設置咗一啲路障㗎。咁但係啦，見到警員啦係已經係慢慢咁樣啦跨過佢哋啦，早前用一啲水渠啦係起咗嘅一啲路障咁樣。依家啦，警員啦已經係過咗龍和道嘅已經係就快啦，就過龍和道嘅嗰條隧道㗎啦。警方嘅防線啦，警方嘅人啦，依家就繼續向前咁推進緊。咁剛才咧有集會人士就呼籲佢哋啦，面對警方嘅推進啦，就唔應該啦用武力嚟還擊㗎。佢哋亦都呼籲啦，警方咧應該保持克制，唔好武力咁樣對待啦集會人士。佢哋啦，警員啦已經係行出咗啦龍和道嘅嗰條隧道㗎啦，距離集會人士啦仍然仲有一段距離。係啦，依家就可以見到啦，集會人士就舉起咗一啲遮啦，有啲亦都戴咗眼罩，有啲啦亦都拎咗啲電話出嚟啦，拍攝緊現場嘅情況。而後面嘅頭先咧亦都見到啦，喺立法會嗰邊啦，源源不絕啦，都有一啲嘅集會人士啦，就行緊過嚟啦，我哋呢邊嘅呢個位置啦，就係打算增援㗎。咁暫時啦，見到啦，警員啦仍然喺龍和道嘅隧道出面啦，係暫時按兵不動。其實啦，喺我哋呢邊啦，就喺立法會呢一邊啦，就唔見警方啦，又開個咪啦去呼籲㗎。我而家見到啦，警方咧又再向前行緊啦，咁見到警員啦係冇戴頭盔啦，但係就會備咗一啲盾牌㗎。咁見到咧上面咧有人潑啲水啦落去呢個警員嘅嗰度，咁警員咧就即刻指罵佢哋，即係指住佢哋叫佢哋停止呢個有關嘅行為。咁啦，現場嘅集會人士啦，就係拍掌，亦都係歡呼啦，就支持有關嘅行為。亦都啱啱見到啦，喺天馬公園上面嘅集會人士咧，就掟一啲水樽落嚟。咁警員就用一啲電筒啦、閃燈啦，相信啦係要警告啲集會人士。警員啦又再進一步向前行啦，咁進一步推進。咁集會人士啦就係不停咁叫住撤退嘅口號。嗱，已經啦去到啦，佢哋已經係有啲推撞㗎啦。咁依家見到啦，警方就同集會人士啦有推撞，咁集會人士啦就只係啦係用一啲用一啲遮嚟抵擋。咁警員啦見到佢哋啲遮之後咧，就即刻掹走佢啲遮啦，就係傳翻去呢個後方。咁亦都見到啦，警員咧就將咧幾名嘅集會人士就繼續警方咧就推啲記者咧離開石壆，就話危險。咁啦，依家咧我哋已經喺防線後面見到啦，警方嘅防線咧就不停咁向前推。咁樣啦，見到啦有幾名嘅集會人士咧就已經係喺個地下上面。咁警方咧就不停咁叫在場嘅集會人士走，就包括記者㗎。咁
叫啲集會人士啦，同埋記者啦，同埋現場嘅所有人啦，向住灣仔嘅方向啦，一路推進。咁啊，依家啦，亦都見到啦，依家見到啦，警員啦，又再次啦係拉啲記者落石壆，就話呢個危險，希望啦記者就盡快離開。咁現場亦都見到啦，有啲警員啦就指住啦石壆上邊嘅記者啦，就叫我哋落嚟㗎。咁依家見到啦，警方嘅防線啦已經係推前到去到，已經行過咗條斜路，已經係離開咗隧道嘅範圍㗎啦。係啦，警方咧就不停咁樣去推撞啲記者啦，就叫我哋立即離開石壆。咁集會人士方面啦，佢哋就已經去到去立法會嗰邊㗎啦，已經。咁現場咧留低咗大量嘅遮啦喺地下度，咁啦。就剛才啦警員啦又再拉啦記者落石壆。咁警方嘅防線咧已經係過咗隧道嗰邊㗎啦。咁見到啦，警方啦係配備咗盾牌啦，亦都有一啲警員啦就用攝錄機啦錄住成個嘅情況。咁集會人士啦褪到過嚟呢邊之後啦，就繼續係用一啲遮啦，係諗住抵禦警方咧再進一步推前。咁啦，警方咧啱啱就聽到佢哋攞一啲擴音器啦，就呼籲集會人士就唔好衝撞呢個警方嘅封鎖線。咁現場啦，而家見到啦，警方啦係仍然喺呢個隧道嘅出口位置，就暫時戒備緊。啱啱警方咧又再作出呼籲啦，就話如果再有衝擊嘅話啦，係會使用武力。集會人士啦係鼓噪㗎。咁啦，警方咧又叫集會人士啦盡快離開，唔好衝擊警方嘅防線。如果唔係啦，可能會使用武力。見到啦，警方配備緊嘅盾牌啦，咁亦都有啦一啲警員啦就錄緊呢個情況，拍攝緊呢個情況。咁呢個警員啦，啱啱聽到啦，佢哋就叫啲警員啦再次向前行。啱啱啦見到啦防線啦係再進一步向前行，咁咧就係咁叫所有人啦，包括記者係要行開。啱啱啦見到啦警員啦就喺度掹緊啦示威人士嘅遮。有集會人士咧就跌咗落地下，咁就係啦，咁咧就係啦，不停啦就係推進緊嘅防線，咁咧就不停咁發出一啲推撞啦。啱啱見到警員啦就拎咗一樽藍色嘅胡椒噴霧出嚟，就係作勢啦係要指向呢個集會人士。咁啱啱啦已經啦警員啦就已經係將個防線啦推前到啦係呢集會人士已經係離開咗龍和道，去到啦同立法會出面啦嗰個交界嘅位置，已經係進出咗龍和道㗎啦。咁在場啦，亦都有啲警員啦同記者有啲爭執咁樣啦。咁但係情況都唔係太壞。咁依家我哋見翻啦呢個警員嘅防線啦，啱啱啦已經將一啲集會人士啦就係推離咗呢個龍和道。咁啦，啱啱聽到啦有學聯嘅呼籲啦，就話希望啦警方讓出一條道路啦，係俾集會人士離開。係學聯啦同埋學民思潮嘅呼籲在場人士啦，係集會人士啦，就盡快離開相關嘅位置。亦都有集會人士就話係啦，我哋要保存實力，咁就係應該撤離。咁亦都見到啦，部分嘅集會人士啦，已經係離開啦，係警方嘅防線啦，就翻去向呢個天馬公園嘅方向啦，就係撤退緊。咁依家啦，見到集會人士啦，已經係逐漸緊撤退翻啦，係去呢個
天馬公園嗰邊。咁見到啦，在場立法會都有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啦，就喺度啦，就係指揮就係叫啲集會人士要小心。咁啦，依家啦，集會人士啦，就係集會人士啦，就已經沿住一條小路啦，就翻去天馬公園嗰邊㗎啦。咁喺鐵馬後面啦，都係見到啦，啲集會人士就戒備緊。咁至於警方方面啦，依家見到佢哋嘅防線啦，就已經冇再進一步嘅推進㗎啦。暫時啦，就喺立法會道啦，同埋呢個龍和道嘅交界嘅位置啦，就排起咗一條嘅防線。咁剛才啦，聽到學民思潮同埋學聯嘅呼籲啦，就係叫啲集會人士就暫時離開相關嘅位置。咁頭先亦都見到啦，佢哋係已經沿住一條小路啦，就翻去天馬公園嗰邊嘅位置㗎啦。咁現場嘅集會人士啦，依家就喺度鼓噪緊，就係批評啦警方使用啦過度嘅武力。咁在場除咗係見到嘅一排嘅警員之外啦，咁沿住龍和道嗰度啦，亦都泊咗兩架警車喺度。相信呢就係警員啦，剛才向前推進嘅時候啦，咁兩架警車啦都係跟住啦呢啲警員係一齊推進。咁暫時咧就未見到啦，警員啦有再進一步嘅行動。咁佢哋啦依家就個位置就喺龍和道同埋立法會道交界嘅位置。咁見到警員啦就係帶備呢個盾牌。咁剛才亦都見到一個深藍色衫嘅警員啦，就攞住一支藍色嘅胡椒噴霧，係作勢啦，係指向呢個示威人士。咁依家集會人士啦，就喺立法會道嗰邊啦，就戒備住。而警方啦，仍然都係按兵不動。咁啱啱啦，依家畫面見到啦，有一位示威者就係瞓咗喺，係我哋嘅我哋台嘅攝影師啦，就係瞓咗喺地下上面。咁就未知道啦，係咪因為剛才嘅衝擊？咁就重複啦，啱啱就見到無線嘅攝影師啦，就係喺地下上面就接受緊啦，就話係扭一扭親啦，咁就係有在場嘅急救嘅義工啦，就係幫佢包紮緊，咁亦都將佢嘅左腳啦，用一個背囊啦就晾起咁樣，咁亦都見到佢嘅神色啦，係都幾痛苦。咁依家睇翻警方嗰方面啦，咁依家就係個防線就已經推到啦，係龍和道同埋立法會道交界。咁現場呢，就已經冇集會人士啦喺龍和道上邊，亦都啦見到警方舉起咗警告牌，就話係警察嘅封鎖線就不得超過，不得越過。咁暫時啦，現場嘅氣氛啦，就比頭先啦已經係平靜咗。咁但係咧，集會人士啦，依然啦係喺後面度啦，就鼓噪緊。咁警方啱啱又作出呼籲啦，話佢哋係一個非法嘅集結，警告啦集會人士唔好衝擊警察嘅防線。咁依家啦，已經可以見到啦，集會人士啦，就係去咗去呢個佢哋早前設置嘅路障嘅後面。咁啦，就係暫時啦，未見佢哋有進一步嘅行動，但係啦，就喺度批評緊警方嘅頭先啦、剛才啦嘅使用過嘅武力。再睇翻警察防線嗰方面啦，亦都係見到佢哋係仲未有進一步嘅行動。咁剛才都見到啦，有一啲警察啦就已經係去咗喺後面嘅位置，亦都有兩架嘅警車啦就停泊咗喺龍和道路。
剛才啦，見集會人士啦，就係響應咗啦，學聯同埋學唔思潮嘅呼籲啦，就係離開咗警方防線嘅位置，就沿住天馬公園嗰邊啦，就去翻立法會度啦，佢哋架鐵嘅路障嘅後面。冼景偉啊，警方啦，除咗作出口頭呼籲之外啦，有冇高舉過啲乜嘢嘅旗幟啊？剛才啦，喺佢哋過咗龍和道之後啦，去到龍和道同埋立法會道交界嘅時候啦，曾經係有舉過一個旗幟啦，就話係警方嘅防線啦係不得超越。咁早前啦，因為呢個衝突啦係喺特首辦嗰邊就開始㗎，就一路啦推進沿住龍和道隧道啦，一路推進啦，就嚟到依家龍和道立法會道交界嘅位置。咁我一直咧頭先啦都係喺呢個立法會道嘅呢個位置。咁當時咧聽唔到啦，亦都見唔到啦，警方曾經作出過呼籲㗎。咁但係啦係呼籲啦，就係喺特首辦嗰邊啦，就係做出嚟嘅。咁呢邊啦就係去到過到喺頭先喺龍和道隧道嘅時候啦，聽到警方啦亦都有警告過佢哋啦。如果衝擊警方嘅防線啦，係會使用武力，但係就唔見啦有警方嘅旗幟係出現過。咁啱啱咧警方咧又舉高咗一啲旗幟啦，就話係警察嘅封鎖線係不得越過。咁又再次就係作出呼籲啦，就話佢哋係參與緊一次嘅非法集結。就警告啦，集會人士唔好衝過，唔好超越警方嘅封鎖線。如果唔係啦，係會使用武力。除咗啦無線嘅攝影師啦受傷之外，仲有冇見到其他人受傷啦？附近會唔會有救護車戒備緊啊？暫時啦就未見有救護車㗎，咁不過啦頭先啦喺混亂嘅當中啦，見到多名嘅示威或嘅集會人士啦，係被警方啦就推咗喺地下度，咁就警方啦就係將佢撳咗喺地下上面，咁唔知道佢哋有冇受傷啦，咁但係啦就見到警方就將呢啲集會人士就撳低咗，咁同埋啦頭先啦喺龍和道一路推進過嚟嘅時候啦，警員啦就不停將石壆上面嘅記者啦就拉落嚟，就警告啦呢度係警方啦做嘢嘅地方，無論任何人啦，包括記者啦，都唔應該再逗留喺度。咁就係想啦係拉走記者咁樣，同埋喺上面嘅一啲拎住大聲公嘅集會人士咁樣。咁附近呢，見唔見到會有啲旅遊巴或者係警車？警方係有帶走過任何嘅集會人士呢？剛才啦喺當啲警方啦喺特首辦出面清緊場嘅時候啦，一路將呢個防線啦推到去天馬公園嘅時候啦，見到啦警方啦係帶咗一啲人士啦，就沿住天馬公園向住海邊嗰個方向啦，就係行去，咁就唔知道啦係將嗰啲集會人士啦帶去咩位置。咁望翻龍和道嘅情況啦，見到啦。除咗頭先所講嘅兩架警車之外啦，就唔見有其他嘅車輛啦，就喺呢度，亦都唔見有旅遊巴咁樣。咁就會警方啦就不時啦用一啲會閃燈嘅手電筒啦，就係閃向呢個集會人士，相信啦係用嚟警告啦佢哋唔好超越過警方嘅防線。咁依家啦剛才啦所講無線嘅攝影師啦，依家咧依然係瞓咗喺度。咁見到有啲警民關係科嘅警員啦，就上前了解事件。咁而家係咪成條龍和道啦係已經打通翻晒嘅咧？係啊，龍和道呢家嘅情況啦，就已經係冇任何嘅集會人士。咁依家咧就見到啦，警員啦就慢慢咁啦，將一啲早前啦，見到啦，警員啦將早前啦集會人士架設嘅一啲路障啦，依家就搬開緊。咁就係都有為數差唔多3至40名嘅警員啦，就係協力啦，就
就將剛才早前啦集會人士設置嘅一啲路障咧，就慢慢搬離開龍和道。咁呢度咧就有一架貨車喺度啦，咁但係就唔知道佢啦，係咪會將呢啲路障嘅障礙物啦，就係用呢架貨車咧就搬離開龍和道呢邊。大家見到啦，係警員啦同埋示威者對視緊嘅，有冇話下一步嘅行動係點樣呢？暫時咧見到啦，前排警方啦都比起頭先已經鬆懈咗好多，咁有啲警員啦係仲甚至係拎緊啲水樽出嚟飲水。咁警方呢一方面啦，個氣氛啦係相對係平靜啦，比起頭先。咁唯獨是係集會人士嗰邊啦，依然啦不時啦都係會有一啲鼓噪批評翻啦頭先啦警方員喺龍和道嘅清場嘅行動。咁依家啦，警方啦依然啦係搬嚟將一啲啦早前集會人士留低喺龍和道嘅路障啦，就慢慢搬走。咁將一啲鐵馬啦、一啲膠嘅欄啦，就包括一啲頭先集會人士留低嘅一啲遮咁樣嘅雜物啦，就係搬去一架白色嘅貨車嗰度。咁咧就係相信啦，就用呢架貨車啦，係將呢啲頭先所講嘅鐵馬啦、膠嘅欄雨傘咁樣嘅雜物咧，就係透過呢啲貨車咧，就係運離開呢個龍和道。咁依家咧已經見到有工人啦，就將呢啲鐵馬啦搬上去呢啲貨車上面㗎啦。啱啱示威者咧喺過程裏面啦，有冇反抗啦？咁警方用過啲乜嘢武力啊？剛才所見啦，喺集會人喺警方啦一路推進啦，過咗龍和道嘅隧道嘅時候啦，見到啦集會人士係打開咗啲遮，咁啦就係面對佢哋啦，就係寸步不讓啦，就係留咗喺一個位置㗎。咁但係啦，警方嘅防線啦就一路向前推。去到佢哋接近嘅時候啦，就係將佢哋嘅遮啦就掹走，然後啦就係繼續向前進入。咁頭先所見啦，就唔見太多啦集會人士啦，又向警方就係還手。咁剛才亦都有啲集會人士啦，喺呢個衝突發生嘅時候啦，都有呼籲集會人士啦，面對警方嘅清場咧，就唔應該使用武力啦去對付。好啊，冼景維係。但係佢係啊，咁現場嘅情況啦，我哋就睇到呢度先。咁我哋咧再繼續留意下。咁麻煩啦，你繼續話我哋跟進住㗎啦。嗱，其實而家見到嘅啦就係立法會道同埋龍和道嘅交界。咁警方呢係排咗一條嘅防線。嗱，見到啦，其實集會人士啦係同警方呢一直對視緊㗎。咁但係暫時啦就未有進一步嘅行動。咁集會人士啦，其實都顯得係有啲鼓噪㗎。咁警方啦，啱啱咧係由龍和道嘅隧道一路咧係沿住灣仔方向推進。咁而家咧就係去到立法會道同埋龍和道交界，而警方呢亦都係逐一咁樣啦，將集會人士嘅障礙物啦係搬走。咁附近呢係設有一架嘅貨車。嗱，畫面嘅右手邊啦，亦都見到喺龍和道隧道裏面啦，警員啦係將一啲嘅鐵馬同埋啦其他嘅障礙物啦，係企圖將佢哋搬走㗎。嗱，喺啱啱嘅驅散行動過程裏面啦，係有啦人受傷，咁包括啦係我哋無線電視嘅攝影師。咁亦都咧，即場咧有救護人員啦，係將幫佢護理㗎。警方咧暫時咧都未有進一步嘅行動，而喺過程裡面啦，警方係有作出過口頭呼籲如果佢哋咧係衝擊防線嘅話咧，就會有進一步嘅武力。咁警方咧亦都曾經咧係使用過胡椒噴霧。
現場嘅情況啦，睇到呢一度，我哋會繼續為大家跟進住㗎。